校長、家長、同學，歡迎你哋嚟到第4屆希星小學辯論公開賽總決賽暨頒獎典禮嘅現場。我係賽事籌委嘅主席，同時都係今日嘅司儀許子琪。咁為免影響我哋一間嘅比賽進行啦，咁請各位將你哋嘅手提電話、其他響漏裝置而家校做靜音先。咁我哋希星就致力喺近年就提升呢個同學仔嘅口語同埋表達能力啦、邏輯批判思維嘅能力等等，期望小學生可以喺辯論嘅舞台上面發光發亮。咁我哋首先進行嘅會係季軍賽，由沙田崇真學校對光明學校。而家我哋用熱烈嘅掌聲歡迎我哋8位同學仔上台先。我哋有請7位同學仔上台報告。記住我哋大個 B 卡 size 嘅嘢係唔可以攞上台㗎。咁喺我哋介紹季軍賽嘅隊員之前容許我先為大家介紹我哋今日嘅評判團。第一位，拔萃女書院中文辯論隊教練余偉俊先生。第二位，聖公會聖美德小學副校長黃天忠先生。第三位，保良局田家炳小學副校長李偉球先生。第4位，香港中文大學自學中心講師蕭海洋博士。第5位，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歐志堅博士。感謝我哋5位評判喺百忙之中抽空出席支持我哋嘅活動。而今日坐喺我哋觀眾嘅左手邊，就係我哋正方嘅隊伍沙田崇真學校。沙田崇真學校喺小組賽以4勝全勝嘅姿態取得超過120嘅分差，以首名晉級我哋嘅呢個淘汰賽事。到目前為止佢哋7場比賽入邊派出過12位唔同嘅辯論員，可以話係人才仔仔啊！佢嘅板凳亦都係深不見底。唔知我哋今日可唔可以利用佢哋嘅板凳，成功得出到啲優勢呢？先介紹佢哋嘅陣容，主辯羅恩晴同學，第一副辯張慕彤同學，第二副辯吳依婷同學，接辯洪奕君同學。而佢哋嘅對手反方光明學校。同樣係以小組賽4勝全勝嘅成績出線，更加喺我哋半準決賽嘅時候力壓上屆季軍得主晉級4強添。目前光明學校所得嘅累計票數更加係領先於佢哋目前嘅對手。我哋而家介紹佢哋嘅台上陣容，主辯蔡子琪同學，第一副辯詹海橋同學，第二副辯梁仲謙同學，接辯鄭敏陽同學。事不宜遲，我哋第4屆希星小學辯論公開賽季軍賽正式開始。而家我哋將時間交翻俾賽事主席。試咪，5位評判、各位來賓、老師、家長、同學，大家好。今日係第4屆希星小學辯論公開賽總決賽，即將進行嘅賽事係季軍賽嘅賽事。我係今場比賽嘅主席陳柏浩。為確保賽事及錄音收音清晰，請各位先關閉響鬧裝置並保持安靜。今屆季軍賽嘅辯題係港府應推行強制校園驗毒計劃，接着會宣讀賽規。比賽進行時，嚴禁台上辯論員與台下隊員以文字、圖片或語言進行任何形式嘅溝通，違者可被取消參賽資格。一切發言均以粵語進行，為人名及書名可以使用外語。任何台上或台下發言不得作人身攻擊或誹謗。各辯論員發言時間完結前1分鐘，計時員將鳴鐘1次。定議事發言時間即將結束，在法定時間終止前，計時員會連續按鐘2下。示意辯論員盡快總結其演辭，在法定時間終止時15秒過後，計時員會連續按鐘數下。而該名辯論員將會被扣分，扣分制度如下：15秒過後，每過時5秒，將在每位評判給予該隊員之總分扣除5分，如此類推。不足5秒者亦當5秒計。各辯論員亦須在計時鳴鐘後才可開始發言。請問雙方對賽規有冇疑問？
如無疑問，現在先進入試咪環節。試咪嘅順序按照辯員嘅辯位發言順序。現在先請正方主辯羅恩晴同學試咪。試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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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首先感謝幾位評判喺百忙之中抽空出席，為今次嘅比賽擔任評分嘅工作，亦都感謝對方同學喺過去呢幾日同我哋一齊準備辯題、切磋辯技，亦都感謝主辦方為我哋提供一個咁舒適嘅環境去比賽。喺過去呢一年，我同我嘅隊友經歷過大大小小嘅波折，有喜亦都有悲。如今我哋去到犧牲四強，我覺得非常之榮幸。希望今日可以帶俾大家一場精彩嘅辯論比賽，多謝大家。之後再請反方主辯蔡子琪同學進行試咪。試咪試咪試咪，我謹代表光明學校喺呢度多謝5位評判喺百忙之中抽空出席今次比賽嘅評判。其後就係多謝賽會為我哋準備一個舒適嘅場地俾我哋發揮所長，仲要多謝有風同學喺過去2個星期為一直努力準備一次題目同我哋切磋辯技。最後想多謝葉老師同埋教練，同我哋一齊好耐心咁教我哋學識用清晰嘅邏輯、有力嘅論據去辯論，仲請埋我哋食零食同埋雪糕添。最後同埋想多謝吳老師同埋施老師，係你哋好耐心咁樣教我去一次嘅比賽，同埋呢一次俾個機會俾我參加呢次比賽，我會好努力咁樣去打好呢場比賽。多謝。之後再請正方一副張武同同學進行試咪。試咪試咪。主席、評判、有風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今日非常多謝5位評判喺呢度幫手做評分嘅工作。我喺犧牲杯同埋保良局杯之中，同我嘅隊友有好多唔同嘅波折，有好多成功，亦都有好多挫敗。我亦非常感謝主辯羅恩晴同學同埋義父吳依婷同學，因為佢哋喺每次訓練當中都非常用心，亦都成日鼓勵我哋。尤其是喺今日，我非常之注意比賽嘅結果，但係主辯佢鼓勵我話結果唔重要，但係最緊要享受過程。多謝。之後再請反方一副詹凱喬同學進行試咪。試咪。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我今年6年級啦，呢一次比賽亦都係我小學生涯嘅最後一場比賽，咁所以我會更加珍惜今次比賽嘅時光。另外，我亦都想再一次去到感謝教我嘅導師啦，在座嘅評判同埋同學。同埋老師嘅鼓勵同埋支持，我哋一齊大家去練習啦，可以做到最好。咁我希望喺今次一次比賽入邊，我可以比以前做得更加好，去到突破自己，有機會可以獲得獎項。多謝。之後再請正方義父吳依婷同學進行試咪。試咪。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喺呢兩個禮拜入面呢，其實我同我嘅隊友呢都有好多唔同嘅趣事發生咗。咁我都好多謝我嘅隊友呢，就同我一齊咁努力咁樣準備呢一場比賽啦。咁呢一場比賽呢，係我喺小學生涯入面最後一場比賽。咁我都希望可以喺呢場比賽進步到自己，亦都希望可以喺中學嗰度繼續發展辯論呢個方向。多謝各位。之後再請反方義父梁仲謙同學進行試咪。示威啦！咁大家唔知大家有冇聽過一個，即係7月5號有個漫畫家預言咗一個嗰日嘅7月5號會凌晨4點會發生呢個大災難啦。咁之前嗰幾日咧，我都幾驚嘅，驚我準備咗14日咧，辯論會浪費咧。咁嗰前一晚咧，我同我朋友打機嘅時候咧，就諗起個預言啦。我嗰陣時嚇到連逃生路線諗透埋。嗰陣時啊，我到5號嗰日起翻身，之後我摸一摸自己，我仲喺度喎，我唔使我還健在喎，冇浪費到嗰2個星期準備嗰個辯論比賽啦。當然，咁多謝個天啦，俾我參加最後一場嘅辯論比賽。按照發言次序，現在先請反方結辯鄭允陽同學進行試咪。試咪，在座各位大家好。咁最近一種紅色嘅怪蟲叫紅裝雜講啦，咁佢就係有毒嘅。咁佢哋通常一團團咁行動啦，咁好恐怖。咁之後球場更加成千上萬隻，超級嘔心，搞到都唔敢去。之後睇翻新聞發現，一個小朋友因為好奇驗咗佢啲黏液入咗 ICU。咁我希望我方同學同埋游方同學都小心呢隻蟲，唔好因為一時好奇就擠入院。多謝。最後有請正方結辯洪奕君同學進行試咪。試咪。主席、評判、有關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喺今日嘅時間，我唔單止要多謝有關同學喺呢2個星期同我方一直努力咁樣切磋呢條電牌，仲要多謝我嘅隊友同埋我喺呢2個星期一齊搜集資料、一齊寫稿，喺呢段時間亦都建立到唔深嘅友誼，唔淺嘅友誼。呢一場季軍賽係我喺小學生涯嘅最後一場辯論賽，期望喺最後呢一場辯論賽可以為我嘅小學辯論生涯畫上一個完美嘅句號，亦都希望呢一場辯論賽無論結果如何，都可以令我繼續精進自己，喺未來辯論嘅道路繼續前行。多謝各位。試咪環節結束，比賽正式開始。首先有請正方主辯羅恩晴同學。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2008年青少年吸食毒品嘅數字呈現明顯上升趨勢，濫藥問題走向低齡化。有見及此，政府積極推動無毒校園計劃，希望從教育層面建立預防機制。故此，校園驗毒計劃應運而生，主要透過學生嘅頭髮辨別是否曾經吸食毒品，從而介入支援。可惜，過去16年，計劃一直以自願性質進行，學校參與度極低。禁毒專員羅翠薇喺2021年指，參與計劃嘅中學數目只有不足40%，成效不彰。尤其2024年出現一連串中學生接觸俗稱太空遊毒品事件，甚至滲透至學校，出現校園毒品問題。社會教育藥物輔導會總幹事吳嘉信指出，2025年第1季學校毒品求助數字係上一季度嘅10倍。由此可見，校園驗毒計劃嘅本意雖好，但過去政策疲弱，未能有效阻止毒品問題，實在有必要加強計劃力度。我方倡議改為強制驗毒，全港中學生均會接受定期及突擊驗毒測試，方法沿用現時頭髮驗檢嘅方式。若發現陽性個案，校方將會通知家長及社工介
入支援，而所有個案將不會進行刑事檢控。行令應否改為強制性，就要視乎新方案能否防止毒品問題喺校園之中蔓延。我方見到可以，並帶來以下兩大利處。第一，及早介入，全面杜絕。校園驗毒作為防禦機制嘅第一道防線，能夠有效避免在學期間嘅未成年人士喺被檢控或泥足深陷之前，以免除刑責嘅方式介入。問題係，自願性質嘅驗毒計劃形同虛設，因為有吸食毒品嘅學生根本唔會參加計劃，結果願意接受驗毒計劃嘅學生都係本來冇吸食毒品嘅學生。可見自願性質根本無法辨識懷疑吸食毒品個案嘅校園個案。相反，強制性進行，學生根本走唔甩。只要有吸食，學校就必然能夠識別，然後介入，自然水到渠成。第二，加強阻嚇力，提高禁毒意識。針對近期太空遊事件，唔單止反映出過去自願性驗毒計劃嘅不足，更加揭示出學生對於毒品禍害嘅無知。佢哋往往抱住試一次冇人知嘅心態，以為可以瞞天過海。但當東窗事發，原來已經恨錯難返。講到底就係以一種以為可以僥倖過關嘅諗法，只有通過強制呢一種強硬手段，先可以潛移默化，令佢哋穩固拒絕毒品嘅意識。最後想問有方，反對強制驗毒，係咪選擇原地踏步，乜嘢都唔做呢？多謝各位。正方主辯所用時間為3分01秒，冇過時無需扣分。接住嚟有請反方主辯蔡子琪同學。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試咪。頭先有位同學話可以提高呢個禁毒意識，咁我想問下，舉行一個禁毒宣傳，唔係可以提供同學嘅禁毒意識咩？使乜要呢個強制禁毒咧？宣傳呢個政策咧？主席、評判長各位大家好，校園毒品問題處在多年，政府同有方一樣咁關注，所以早喺2009年，教育局及保安局禁毒處就推行過大埔區校園驗毒試行計劃。指明法喺計劃下發現有吸食毒品嘅學生，既唔會被控吸毒，亦唔會被開除學籍，而希望令吸毒學生戒毒同埋求助。然而1年過去，計劃並未成功篩查出任何吸毒學徒，隨後更因為驗毒過程可能導致嘅私隱問題，引起青年組織反對遊行，最終校園驗毒計劃改名為健康校園計劃。指明法喺並以自願參與嘅方式實行至今。雖然吸食太空人有所上升，但有方有就交代重推計劃點樣可以避免當年嘅問題，而唔係因為邏輯上可以減少吸毒人數就盲目支持。要衡量今日嘅辯題，就要睇以強制方式進行校園驗毒計劃是否可行且有效禁毒教育政策。我方認為係原因有二：第一，欠具體成效。根據香港青少年毒品調查報告，只有不足1%嘅中學生喺過去12個月裏邊使用非法毒品，高中學生吸毒嘅比例更係不足0.4%。代表如果有方以隨機抽樣方式進行驗毒，就連100先嘅學生都幫唔到。另一方面，對比外國情況，例如新加坡、德國、澳洲國際學校列明，如果拒絕驗毒或樣本呈陽性，學生將被即時開除。但係香港由於教育條例落實咗學生接受12年免費教育嘅權利同埋義務，無法仿效有關做法。驗毒計劃更講明唔會控告吸毒學徒，意味住驗毒計劃根本冇足夠嘅阻嚇力。簡單問有方重推計劃係咪希望變成處罰優先於教育呢？第二，浪費教育資源。校園驗毒需要專業嘅毒物測試工具，例如尿檢試紙、血液監測設備等等。香港導師會預算每次尿液或者頭髮測試成本為400港元，加上聘請或培訓專業人員到校進行測試，預計每間學校每年驗毒成本為35萬至40萬。但係啱啱上個月先宣布，教育局自後來年起削減對公營中小學款，每間學校會少咗大約70萬元嘅津貼。想問有啲同學到底錢從何來呢？最後想問有啲同學，如果強制校園驗毒咁有成效，點解喺新加坡只有讀定私學
之後先有相關政策呢？多謝。反方主辯所用時間為2分56秒，冇過時，無需扣分。接住落嚟有請正方一副張慕彤同學，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示咪。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有方同學，我分主辯最後問有方反對辯題係咪打算原地踏步呢？但係有方話可以用講座，但係講座只可以預防，但係驗毒係可以杜絕。點解唔兩個都用呢？要判斷一個政策有冇修改嘅需要，我哋要衡量嘅係時機同埋成效，並非有方所講嘅資源或者成本嘅問題。時機方面，合適嘅時機足以判斷一個政策成功與否。今年2月份，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宣布，政府由下年開始將太空人嘅成分正式納入校園驗毒計劃之內。背後嘅目的就係要解決現時學童吸食太空油嘅趨勢。如果我哋而家放棄呢個時機嘅話，唔將自願改為強制，正如我分主辯所講，點會有吸過毒嘅學生係自投羅網呢？所謂預防機制，只係會繼續形同虛設，而有方又係咪覺得仍然冇問題呢？第二，要睇成效比較，由自願變成強制，分別喺邊呢？分別就在於自願驗毒嘅情況下，表面上冇人吸毒，但係實際上只係自欺欺人。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咩叫幸存者偏差呢？簡單啲嚟講，主動願意驗毒嘅人都係本身唔吸毒嘅人，導致出現極低嘅陽性率。咁大家又係咪覺得冇問題呢？大家都會認為冇人吸毒嘅喎，而吸毒嘅學生亦都可以繼續呢個錯誤嘅行為。相反，強制驗毒嘅情況下，因為冇人逃得過檢驗，所以吸毒嘅情況係可能性極低，令政策成效大為提升。教育界嘅工作者都話，例如香港津貼中學議會嘅主席廖亞全校長、沙田區中學校長會主席周厚峰校長都認為必須強制驗毒，唔可以再以人權嘅話嚟反對。有分又覺得係自願定係強制更加有成效呢？多謝各位。正方一副所用時間為2分11秒，冇過時，無需扣分。接住嚟有請反方一副詹凱耀同學，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頭先有方提及過，就問啦，究竟強制嘅成效好啲，定係自行嘅成效會好啲呢？其實強制嘅成效係會好啲，但係你諗下喎，究竟個成效究竟係真係好多咩？定係其實只係好少少咋？另外，你哋都有提及過確保驗毒嘅成效，有方認為強制驗毒，學生就冇得躲避，所以一直有成果可以幫到吸毒嘅同學，但想問有方預期可以發現到幾多吸毒嘅學生呢？聽完有方兩個辯委，無非都係認為強制驗毒可以有效發掘同埋預防學生吸毒。我哋又睇下係咪事實呢？首先，我哋睇驗毒方法，最常見嘅兩種分別為尿檢同埋頭髮化驗。前者係採取過程一係就尷尬咁樣被監視，一係就冒住被偷龍轉鳳嘅風險唔監視。而尿檢有機會受到學生嘅飲食、最近藥物攝取等等嘅情況影響結果準確度。而後者根據明愛容圃中心專責小隊，只可以針對5種毒品進行測檢，雖然準確度更加高，但係範圍更加細，需要嘅時間同埋成本都更加多。所以有方強制之下係想唔準確、範圍細，定係有更好嘅做法呢？其次，我哋睇驗毒安排。如果所有同學都需要進行檢驗，將會大量佔用學生在校時間，同時容易泄露檢測嘅日期，作出迴避。
如果只係隨機抽樣，因為現時學生吸毒率極低，成功抽中吸毒者嘅機會極微，最終只會重視09年大埔試行嘅結果，未能為目標學生提供協助。有方認為計劃係咪每年驗出冇人吸毒嘅結果，就已經幫到同學呢？最後我哋睇成效。頭先我方問點解外國只有特定私校先至會強制驗毒，正係因為佢哋都明白政策效果薄弱。美國同埋澳洲均有採用過校園驗毒，而美國針對驗毒成效進行事後研究，相關嘅結果甚至係互相矛盾，反映真正嘅影響吸毒與否嘅其實係其他因素。而澳洲19年嘅青少年健康分析報告指出，強制措施未能明顯降低青少年吸毒使用率。外國被發現吸毒會被退學都冇咩成效，喺香港冇明確嘅懲罰之下，有科如何證明驗毒同埋禁毒之間嘅因果關係呢？從以上3個方面，我哋都可以睇到驗毒計劃本身就存在過多不確定性問題，而強制從來都係一種最高嘅手法，多冇明確嘅理由就強制校園內進行驗毒計劃，只會令到學生感到不被信任。學生同埋學校之間嘅關係變差，相信都唔係在座各位樂見嘅事情。最後想問有方，認唔認同學校作為重要嘅公共機構，有責任將1分1毫都用得其所呢？多謝。反方一副所用時間為3分04秒，冇過時，無需扣分。接落嚟有請正方二副吳依婷同學，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是咪？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頭先有方問自願同強制嘅成效係咪差好多呢？我方話係因為冇一個真係吸毒過嘅學生自願會去檢查。有方今日喺立場上，佢哋唔支持校園驗毒計劃。問題係戰嘅結果係做唔到把關，而有方今日同我方講話強制性都係做唔到都係做唔到成效，咁所以今日咪要胡亂反正咯。嚟到驗毒嘅位置，大家有冇諗過點解會有一班學生去吸毒呢？有人話係好奇心，有人話係朋輩慫恿，但係我方話歸根究底都離唔開個人意識唔夠堅定。咩意思呢？正如點解法律需要存在而唔係單靠自律，就係因為個人意識唔夠堅定，我哋就需要借助外力介入，繼續維持呢個社會嘅秩序。例如話，我哋擔心市民因為一時嘅自私，覺得方便凌駕公眾衞生，所以我哋垃圾禁止大家亂拋垃圾。所以我哋一係唔要機制嘅介入，一係機制必須要以強硬到位嘅方式出現，先可以有效發揮作用。正如學校走火警，唔會事前問你想唔想參加，佢哋係強迫你參加。課堂嘅突擊實驗都唔會問你係唔係自願，因為都係要強迫你去做。因為越有得揀，學生對嗰件事嘅警覺性就會越低。所以我方支持強制，從來唔係想霸佔同學嘅時間。但有關要明白，到火警發生嗰一刻，已經冇人會再教你點樣做。同樣毒品嘅禍害，好多時東窗事發，已經冇得再重新選擇。有一句説話講得好，不怕1萬，只怕萬一。當今日嘅問題眼見迫在眉睫，太空遊嘅禍害唔止係中學，甚至可能蔓延緊小學，甚至可能蔓延至教育工作者。點解我哋仲要俾佢哋揀？點解我哋仲要去搏成效唔高呢？在座各位，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早前幾年一齊打嘅抗疫戰？就喺22年1月10號，政府同樣對所有受感染或者係懷疑變異病毒傳播嘅住處人士實行強制檢測，拒絕等同於刑事犯罪，最高可以監禁6年，到你同出一次，都係想杜絕問題，截斷傳播。點解抗疫可以，抗毒又唔可以呢？所以強制性驗毒嘅目的，正擺出強硬嘅姿態，時時刻刻提醒每一位學生，學校一定會知。正如學校周不時都會有校服儀容檢查、課前練習等等，係一種提醒，令學生覺得保持警覺。從成效同意識兩個層面，將禁毒工作做得滴水不漏，唔係更好咩？多謝各位。
正方二副所用時間為2分57秒，冇過時無需扣分。接住落嚟有請反方二副梁仲謙同學，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試咪，在座各位大家好。頭先有方同學問我哋可唔可以用嗰啲防毒工作會唔會可以滴水不漏更好咧咁樣嘅方法？咁其實咧，我哋其實可以用其他方法㗎，我哋唔一定係用呢種方法㗎。咁頭先有方同學其實佢講咗咁多嘢，其實佢都冇講過係隨機驗嗰啲學生，即係揀出嚟定係全部驗。咁其實佢可能會衍生出嚟嘅問題，可能越嚟越多。咁頭先有方同學又話，佢可能個人意識唔夠堅定喎。其實好多嘢都唔夠堅定㗎啦。其實好多人都唔夠堅定做嗰啲嘢，例如好似過紅綠燈咁樣，你過紅綠燈而家好多人都唔夠堅定嘅立咗法，係咪先？咁我頭先有方同學話佢哋可以有個增加個防毒意識喎。咁有方認為防毒可以提高學生嘅防毒意識。咁其實佢同禁毒活動有咩分別呢？做任何活動都有可以提高意識㗎啦。但其實今日面對住成效同成本都有待質疑嘅強制驗毒，有咩獨特性偏偏要咁樣做呢？其實有方同學好奇怪，一方面打住為學生好嘅旗號推廣禁毒，另一方面就坐視甚至鼓勵學校將資源亂分配。頭先我方一副問有方認唔認同學校作為重要公共機構，作為社會基石，有責任將每一分每一毫用得其所。有方冇回應。2009年嘅時候，香港導師會按全港約400間中學推算，落實全港中學強制校園驗毒計劃，預計每年要花費至少1.6億元。如果現時再推行，預計10年嚟嘅通脹，相關成本將會攀升到3億元。更重要嘅係，如果有方希望針對新興嘅太空遊，由於太空遊吸食對象嘅年齡分佈有54%喺18歲以下，甚至包括12歲學童，所以有方需要將計劃擴闊到小學及大學先有機會針對到。但正如我方主辯所講，本年度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已經指出，政府財政出現莫大壓力，教育津貼及一眾民生資助都受到不同程度嘅削減。教育局明確指出會削減70至80萬恆常津貼，而有方直到二副位置都未能解決大部分學校應該如何自負盈虧校園驗毒計劃嘅開支。事實上，驗毒計劃只係個事後補救嘅方法，而要真正解決青少年吸毒問題，加強教育，增加日常課堂了解、講座、宣傳同吸引關注先係上策。2009年大埔校園驗毒試行計劃以及一眾外國實例都證明咗，校園驗毒計劃等於倒錢落海。我方絕對唔認同喺現況浪費珍貴嘅社會資源同教育資源，就係為咗發現更多可能隱藏吸毒嘅學生。除非有方成功把握自由辯同結辯推翻有關成本效益，今日辯題否則今日辯題絕不成立。多謝。反方二副所用時間為2分52秒，冇過時無需扣分。接住嚟係自由辯論嘅環節，現宣讀賽規。自由辯論環節，發言必須在兩隊之間交替進行。首先由正方發言，然後由反方發言，雙方輪流發言，直到時間用完為止。各隊耗時累積計算，一方發言結束，即另一方開始計算另一方用時。總時限內，各隊員的發言次序、次數和用時不限。當一方時間用盡，另一方可放棄發言或輪流發言，直到時間用完為止。放棄發言者不影響計分。每方均有2分鐘發言時間，在法定時間完結前1分鐘，計時員將鳴鐘1次。以示發言時間即將結束，在法定時間終止時，計時員將會連續按鐘2下。示意辯論員須立即停止發言，如不停止發言，主席將立即終止其發言。如果雙方對賽規冇疑問，現在先請正方發言。試咪。今日有方同學就會話學生會唔堅定，係啊，佢哋唔堅定啊，所以咪要一個強制嘅計劃去作監管咯。咁而家到我問翻你啦，有方同學，咁有方同學如果驗法真係咁有成效嘅話，咁點解現實仲有咁多學生吸毒呢？其實咧，好
多嘢都我講過，好多嘢都係好多嘢都係你想做好最好嘅，但係你都最後都會有啲其他嘢會有一個問題出咗嚟㗎嘛。咁我想問有分同學你知唔知當年校園研讀計劃試人員大會之後不了了之咧？知嘅有分同學，咁想問下點解整體嘅毒品數字會越嚟越多呢？咁有方説今日你説服咗以前校長支持定唔支持？有分同學，你答咗我科嘅問題先啦。驗毒計劃嘅數字點解一直係零嘅？咁我唔知道啊。咁頭先我再問多次，頭先有分同學咧知道當年校園驗毒試行計劃原大埔區就不了了之，有分同學知，就係因為佢哋試行呢個政策就係冇成效咯。所以而家之前係自願形式，但係而家你反而係搞個強制咁咪。個政策咪好咯，咁我再問多次嗰個問題啦。咁我想問有分同學咁説服咗以前支持嘅校長未啊？唔需要説服支持驗毒嘅校長啦，因為而家毒品問題就係有出現啊嘛。咁有方明知毒品問題嚴重，都覺得唔需要校園驗毒計劃，唔緊要，睇下強制嘅成效。問題有方強制驗毒，學生有冇得避？點解唔需要先啊？有方自己話唔需要強制校園驗毒計劃啊嘛，但係而家毒品問題就係嚴重，所以有方答翻我先，學生有冇得逃避強制驗毒計劃？冇啊！你連一校之長都唔支持，咁你點樣做呢個強制驗毒計劃啊？咁所以係唔係代表學生嘅健康唔緊要先？即係如果有人吸毒，學校就知道就可以及早介入。咁你哋有冇向家長講解過同埋教導過驗毒計劃嘅嘢咧？好啦，有分同學問翻你另一條問題先。而家今日咧嗰陣時疫情咧係咪做錯咗啊？係咪冇成效啊？因為嗰時疫情係強制檢測嘅喎。咁你答咗我條問題先。咁我想問下你有冇當面同啲家長講解過同埋教導過驗毒計劃嘅嘢啊？咁之前都做咗驗毒計劃嘅啦，咁其實都係將自願化變成強制啫嘛，有啲咩需要講解翻？有同學你連同家長都冇講解過同埋教導過，咁我想問下面對家長嘅反對聲音，咁有方係咪唔理啊？好自私喎你！咁唔係啊，今日有方唔理學生嘅健康係咪仲自私啊？但係你諗下喎，即使你強制呢個計劃，究竟係真係有成效咩？但係其實佢個分別係同自願嘅成效其實根本就唔大。當年教育處想將驗毒計劃由自願變強制，民陣、社民連同其他青年組織遊行示威反對，有方又解決咗未咧？唔知有冇解決喎？但係今日有方義父自己話強制嘅成效一定係好過自願啦。咁所以我方都同意㗎，因為而家之前自願嘅成效就係零成效，冇揾到有人吸毒啊嘛。我方一父亦都所講過，幸存者偏差，就係得一啲冇吸毒嘅學生先會去驗毒啫嘛。咁所以強制咪可以令到佢哋冇得避咯。但頭先我份稿已經講過，而家就算咁，我想問冇吸毒個。反方時間結束，現正方剩餘2秒，你哋可以選擇繼續發言或者終止發言。好，自由辯論環節結束，現在到結辯環節。現在有2分鐘給予雙方作總結準備。
結時間結束，按照發言次序，現在有請彭方結辯鄭敏陽同學，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請你可以傾向第時先。主席、評判、在座各位，最後一次大家好。其實今日雙方都唔想見到任何學生接觸到毒品，分歧就在於有方過分高估驗毒後可以帶嚟嘅改善，而我方就更貼地明白單以強制驗毒作為一個成效存疑嘅政策，各間學校既冇，亦都唔應該投放大量資源去實行。要總結今日辯題，我哋不妨用驗毒計劃嘅過去、現在、未來去做分析。先睇過去，政府聯同教育局及禁毒處推出一系列嘅禁毒宣傳活動，當中就包括主辯所提及嘅大埔區校園驗毒試行計劃，超過12000名嘅學生參與計劃，但結果未有發現任何吸毒者。根據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總結，當年唯一戰果就係有80名受毒品問題困擾嘅學生主動尋求協助。咁樣反映咗驗毒計劃雖然可以提升同學對毒品嘅關注，但對於打壓毒品或者發現吸毒學童並提供協助方面未有足夠建樹。面對我方提出種種過去已經存在嘅問題，由方至今未能全盤解決。再睇現在，無可否認，自19年疫情過後，原本一直下跌嘅青少年吸毒人數有回升趨勢。最近2年更因為太空遊興起，令青少年吸毒人數遲遲未有回落。然而，隨住各方對人權越見重視，除咗青年組織、家長、醫學會、學者等紛紛反對以強制方式進行驗毒。另一方面，除少子化以及結構性財赤問題，現時政府及學校所擁有嘅資源都開始捉襟見肘，政府同教育局甚至要大幅削減教育方面嘅津貼。偏偏今日有方主張重推強制驗毒計劃，強制意味住大部分學校甚至大部分學生都需要參與，當中涉及大量人力物力。我方同學亦以明碼實價計過相關開支俾大家聽，可惜有方一直漠視呢個咁現實嘅問題。最後我哋睇未來，假設有方排除萬難，成功推行強制驗毒，到頭來都只係可以將少量青年吸毒者篩選出嚟，轉介到戒毒服務。但由於整體政策欠阻嚇性罰則，只會出現呢邊啱啱有人轉介去戒毒，另一邊又因為學生因為好奇而接觸毒品，無助解決問題。學校作為栽育英才嘅重要地方，好鋼自然要用喺刀刃上，與其每年幾億咁掟落去，唔知可以捉到幾多吸毒同學嘅計劃上，倒不如開辦更多課程，或者舉辦更多學生感興趣嘅宣傳活動。鑑於有方未能證明驗毒計劃如何有效達至禁毒成果，因此今日辯題絕不成立。多謝。反方結辯所用時間為2分59秒，冇過時無需扣分。現在到正方結辯洪奕君同學，你有3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試咪，呢個嘢好新奇喎，試一啖先。但就係因為呢一啖，17歲中五嘅學生2個月內神經受損，出現失憶症狀；15歲少年3個月嚴重成癮，身體機能近乎永久受損。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再續位大家好。太空遊造成嘅悲劇日仲要嫌多，我哋只能夠寄望學生能夠經一事長一智。但係當佢哋嘅年紀只有10幾歲，可能淨係比我哋大少少嘅時候，政府面對學童染上毒癮，又能唔能夠學到該學嘅教訓呢？總結全場，今日雙方都係想為學生好，但係最大嘅分歧在於有方過分完美主義，一方面唔想學生吸毒，但係另一方面又想俾學生充分嘅自由，結果顧此失彼。相反，我方立場鮮明，我哋唔介意保守啲，只求避免最壞嘅情況發生。而喺應討辯題上，我方作為政策倡議者，可以從3個角度歸納有方今日論證上嘅不足。第一，理想同現實嘅對立。今日有方同學好理想嘅，覺得冇咗校園驗毒計劃之後，可以令學生又有自由、又健康，又可以遠離毒品。但係今日有方義父話，可以有唔同方法去規避學生吸毒，咁到底係咩方法啊？有方冇回答過。但係現實係問題已經入侵校園，莘莘學子嘅未來可能就係因為嗰一下嘅動搖，前途盡毀。所以我方義父話，
一係我哋將問題同責任交翻俾家長，校園驗毒計劃根本唔需要設立。但係如果校園作為其中一道防線，把關就應該要到位。我方不斷質疑，自願驗毒只係一場假驗毒，得出嚟嘅數字毫無意義。當過去自願校園驗毒冇成效嘅時候，我方正見到未來需要強制驗毒，先可以確保冇漏網之魚。第二，強制校園驗毒，到底係我方部分擔心定係有方部分放心呢？我方今日重複咗好多次，當越嚟越多學生吸食太空人，情況越嚟越嚴重，我哋聽到呢啲報道當然會覺得心痛啦。但係如果政府社會選擇聽完就算，袖手旁觀，就只會更加令人覺得心寒。唔通政府唔係應該將學生嘅健康放喺第一位咩？第三，如果我哋最終選擇原地踏步，付出嘅代價係唔係可以承受呢？政策需要因時制宜，絕不能一成不變。乜都唔做嘅代價係，我哋永遠唔會知道幾時出現下一個因毒品而受傷嘅學生。影響學業事小，斷送前途，損害身體功能事大。但係強制驗毒代價呢，俾人逼，但係能夠換嚟全美識別，呢個代價我方話值得。大家唔好忘記喺校園驗毒計劃之內，無論你覺得幾有壓力，起碼有一面死金牌，唔使被檢控、被定罪。但係冇咗校園驗毒計劃，就再唔係訓導主任可以幫到你嘅事。所以我方今日唔係想侵害學生，咁有方今日係唔係真係有想為學生嘅健康做實事呢？我方見唔到，所以邊一種先係真正幫助學生呢？相信在座各位都有答案，多謝各位。正方結辯所用時間為2分58秒，冇過時，無需扣分。經過一番爭辯，比賽告一段落。提醒評判，加冕得分請以1至4分選出4名最佳辯員，1為最高分，4為最低分。